是刘惠日，台中东市人。我是抗疫宣传师惠英姐，我是广播电台主持人，我当抗疫勇士来记录自家的身份。穿过苏花公路，来到东澳，闻了林神秘土照片浮翻到海水，天上加添人能样声音，青蓝、湛蓝、土耳其蓝。粉蓝、湖蓝，让选按有层次的海洋；黑蓝、浅蓝、嫩黑蓝、天蓝、汪蓝，让选按层层贴贴的蓝嘛。是掌管，咪是神秘。粉点的眼，似见流起海中的热浪，吸见沙滩像安分曲的浪花，小梦。每天风采撩出淋落來嘅路徑，途人潛上海地嘅遊覽車同遊客。那門也係何等神秘嘅大海叫啊！雲鳥裡磁流就係亞嘅秘境。早期嘅抗人大部分帶到山邊，對海也冇講當熟絡。從25年前，我發現一片秘境。哇！我係淺淺奮鬥，20年了後，我搬到隔壁有海嘅所在來帶，冇強權嘅環境，冇強權嘅思維，冇變嘅係嘅份，你講較巴嘅心。